大家好啊，筆姐姐講馬頻道又返嚟啦，記住睇完片3部曲，俾 like、訂閱，多啲人超級留言幫我推下片，記撚住喎。兩期賽事冇出片，各位有冇掛鳩住我呢？因為見撚到之前條片收視大大下跌咗，所以出少啲片都冇乜鳩嘢所謂啦。呢次返嚟就同大家玩啲小搞作先。就係呢，各位想下次我再出片嘅，就留言打個1字，唔撚想我再出片嘅，就無需要理會同留言啦。等我睇一睇大家嘅民意，先決定下次出唔出片啦。好啦，傾返正題先。聽晚谷草9場賽事，又同大家分析幾隻心水馬先。首先，第一場5班草地12007號馬嘅添喜運，呢隻馬響5班同依家嘅評分已經賺撚盡優勢價啦。上一場田草1400，末段係完全冇位同冇鳩騎過嘅，發閪緊夢咁，所以賽績可以抹柒咗佢。呢場返嚟谷草1200跑，場地同路程都有頭馬賽績支持嘅，唔係鳩噏㗎。今場執過5檔，憑佢基本嘅速度，出閘應該都好撚容易跟前守住好位跑嘅。入直路鬥衝，無論如何都應該同對手有鳩得揮嘅。形勢睇落就好撚大幫助啦。從化操練就做到10足10，騎師就配咗個鹹濕鳩田泰安上去，希望呢條鹹濕鳩咪撚成日掛住搏嘢，搞撚到成日手軟腳軟先得㗎。發揮好啲啦，今場呢隻馬有返咁上下嘅分頭賠率，我唔閪怕搏一搏喎。好啦，第二隻，第3場4班草地1650，呢場我鍾意6號馬嘅街燈，上一場谷草1650，執個非常不利嘅10檔，橫鳩掂都係咯，索性捽上前嘗試擺前跟住走，最後跑撚到過第2返嚟，更加掟鳩甩晒後面第3名啲馬，係咪已經揾到適合嘅跑法呢？呢場執個2檔，出閘應該更加容易黐撚住條欄擺前走喎，發揮應該比上一場更鳩加好啩。神操拍跳同試閘，見到呢隻馬嘅狀態同進度都嚟鳩得相當之好嘅。騎師依然係賓州仔黃志宏，呢條賓州仔出名欄杆王，佢騎放頭黐欄跑嘅馬，平均都發揮到水準嘅，斷估唔撚會無厘頭做失蹤人口搏屌嘅，對佢有信心，所以今場我稱住呢隻先。好啦，跟住再嚟。第7場4班草地1200，呢場我揀10號馬嘅佳運發，8歲老馬減分已撚經過晒龍架啦。之前更覺閪得呢隻馬退步都好大嘅，不過上一場谷草1200，見佢有啲回光返照喎，唔係眼撚花教喎，全程手勾住個好位，入到直路成排馬鬥衝，跑過第4，都係僅僅輸半個馬位啫。水準唔撚差㗎，有返2腳喎。老馬如果體力維鳩遲到，跑返以前嘅7成水準，本身嘅卡士級數，應該響到都有撚得同對手抽嘅。從化操練，見到快跳大閪力力咁磨喎，心意都係希望仲有幾多，就搏撚盡佢㗎啦。騎師係希威心條擦鞋鳩，呢條擦鞋鳩最近好似鳩都縮埋。起唔到頭冇乜表演咁，希望呢場咪撚又令我失望啦。今場呢隻老馬好撚多人會忽略佢，可能有少少賠率分頭，我就嘗試搏一搏佢啦。好啦，最後一隻，第8場3班草地1200，要返2號馬嘅安康萬里，上一場谷草1200嘅贏馬姿態真係嚇鳩死人喎，抽個9檔。全程冇遮擋走第3碟，入直路更加飛撚咗出大外碟添，睇怕都輸閪得啦。點知俾佢撲鳩返上去贏埋添，雖然贏半個馬頭位啫，好似好撚險咁。不過佢係蝕鳩盡跑嚟贏喎，點睇響3班都留唔撚住㗎啦。呢場加咗5分，
都依然可以響3班跑，真係益閪咗佢啦。雖然要孭住131磅，我相信對佢機會阻力都唔撚會好大嘅。神課快跳，依然見佢火鳩噴噴嘅。5歲馬仲有幾多響手，依然未見底嘅。騎師當然係何澤堯條柒頭啦，呢條柒頭同練馬師呂建威嘅合作，一向有水準信心保證嘅，所以呢隻馬值得我再跟進嘅。好啦，深水馬又講撚完啦，又同大家重複一次先。第一場7號馬嘅添喜運，跟住第3場6號馬嘅街燈，再嚟第7場10號馬嘅街運法，最後第8場2號馬嘅安康萬里。好啦，我嘅心水馬大家又點睇呢？睇完片要俾 like 喎，仲有各位老友記們要記住啊，如果繼續想睇我出片吹水講馬嘅，記得留言打個1字啊，我筆姐姐大媽好想睇下仲多唔多人打個1字去支持我㗎喎。如果冇乜人支持嘅話，就費鳩事再出片㗎啦。好啦，筆姐姐又同大家講拜拜啦，最後送個 goodbye kiss 俾各位先，希望下次再見。